鏡頭來看基隆，氣象署發布柑仔色燈號，有可能會靠11級以上的強陣風，海湧也已經超過6米懸。氣象署發布大鷹警示。也若是基隆的市區受一寡樹歪斷去，也是天厝去予風扇甲飛去的災情。8威颱風的暴風圈已經籠罩了北台灣。那麼在基隆潮境公園，透過鏡頭我們可以看到大浪呢陣陣拍打着防波堤，激起非常高的浪花。根據早上的監測呢，知道這個浪高呢大概是7.2公尺，所以氣象署也針對北海岸這邊發布了巨浪告警。風太來條件公園花邊攏是盡做奇景，有時有強陣風。地質安全隊也派人佇出入口進行管制，真濟人塞車之外，都愛佇遮滑頭。記者問是不是因真濟颱風也共款受管制？長華里安檢所表示，那民眾一定要挖緊，無聽可勸，恐驚愛重罰。避免前往岸際及從事相關水域活動，否則將依災害防救法第30條第1項，可能面臨新台幣5萬以上25萬以下罰款。強風雖然不是一直來，暗晡也是出現。擋袂住風吹打起的椰子樹，樹花落在路邊，親像愛爛山在前。基隆市消防局到早起10點接到差不多41件，大部分攏處理好啊。目前基隆市並沒有重大的災情，包含路樹倒塌、招牌掉落，還有建物毀損，屋頂上面那個鐵皮被風吹那個。基隆市12也是停班停課放風寒假，路頂懸人車明顯減少，中正區早起554號停電，按算中晝過後電對來啊。記者綜合報道。